10日去法國瑞士過新年，到底要使幾多錢？機票每位大約2萬蚊港紙來回，住嘅話總共9晚，住過嘅酒店全部加埋大約6萬蚊，除開每位2萬蚊。今次住嘅酒店全部都好成功。第一間 Bergenstock 喺阿爾卑斯山區嘅療養型酒店，原來柯德莉夏平度蜜月都嚟咗呢度。蘇黎世嘅 Hyatt 中意佢有乾濕蒸桑拿房，巴黎嘅 Hyatt 有唔少房型都可以睇到巴黎鐵塔同凱旋門，所以直接行去窗邊就見到新年煙花啦。交通方面，瑞士去巴黎嘅火車飛折合1200蚊港紙，登山纜車800蚊，其他交通有啲酒店包埋或者係自己搭 Uber， 大約900蚊。食嘅話，好多時候我哋都喺酒店食，喺出邊食嘅話，我諗起食過最奇妙嘅一餐就係呢間連鎖兩餸飯。雖然兩餸飯食咗成1000蚊係有少少貴，但係佢真係好新鮮、好健康又好食。另外呢一間法餐我都覺得好食，生蠔同埋海膽都好新鮮。至於巴黎有船河嘅3道菜加香檳套餐食物咧係 OK 嘅，比想象中精緻。食嘢大概除翻開每位8000蚊港紙，成個 trip 大概用咗呢個價錢，大家又覺得值唔值呢？